又来看花莲一带有机农林水平，伊专门种金光类青菜，差不多40人种哦，种的面积含高达16公顷。10年前，伊还马个路唔小，啥考虑唔惊死苦，韩国同日本人交错30人年，好多的做事精神，多多的对4公顷经营到更加16公顷。用土地资金来讲，林水平喺东埔嘅耕种面积唔係天野路係天意哦。叫下來認識林水平，用嚟對一個做雕刻工藝品嘅生意，甚至去日本長生紗，裡面又變做農業大戶嘅故事。莲花天空已經無將將嘅花，只剩招牌嘅光同漂洲畔。兩以林水平同員工無限定採收水底下嘅連根，佢哋用一般嘅方式同比塘水標配，各用加拉貨計劃，係那定一支水缸用當強嘅水將內沖拍。都用柴油嘅抽水機抽水，抽來用較強調嘅噴到個水中。中間內都散開了，停解電荷都安尼噴開來，內都攏顯流鐵的，流鐵的都叫浮上來都做對拿起來。你係林水平對日本好多嘅水洗法，一片抽水，一片用水沖開來採收，同傳統嘅沙料採收法比起來。省多嘅人力同時間成本要6000多。用連鍬，別啊，因為啦，嘛差唔多一個人差嘛天多啊，差別幾100斤左右天啦。水洗嘛差150斤，200斤差唔多有啦。水洗較輕無耐，個黏無耐消費者看到好麼較中意，個唔會連鍬去滅到啊。雖然水洗法提升效率，不過必須用手套水項操作，寒天採收嘅時，咁就當點燃咧。另外，林水平用郵寄嘅方式來種，輸送成本也停定增加。有野蟲，然後野稻蟲買落，野稻蟲實雜嘅，野蟲買都馬都雜嘅，田村嘅農無水地杯就胡索羅啦。因為林水平耕作面積唔細，總共有16公頃，所以當無限。天空嘅石油股包裝也係自家做。林水平一個人主體耕作安泰嘅面積，到東埔唔係天熱就係天熱。當然想想10年前佢係一個完全外行嘅人。60歲嘅林水平4歲無卡經濟無好，初中畢業還未帶定佢去花蓮市做實用人，為下讀高工大家好，2時頭去挑花店學手藝。唐人講家下缺乏錢有錢所以講去學日本的雕花啦。那時候講關於講是藍箭雕刻啦，都去學師的。23歲都出師。出師了後嘅林水平專門做藍白工藝品外銷日本，不過藍白兩項產業漸漸逝去大陸，林水平生意越來越難，韓白當道仔，每下無奈何就同公司收拍。38歲嘅人，佢決定用自家嘅挑花技術去日本打拼。日本話唔曉講迄個總係一個人台灣人聽。所以講都該都認真都該學啦，學日本嘅建築個雕花都該學超半年都曉咧，都開始如果開始做日本嘅寺廟嘅建築。同日本12年期間，林水平參加大約250場線下也係廟宇嘅修復。一年差唔多弄超做6、7件幾10件嘅馬士，說當多都做
几十件，啊，上是一年嘛做4、5件的嘛有啦。49岁之前，林水平嘅头路仲係受到大环境嘅影響。到台灣做頭家嘅是3年為二，嗰部長同點關拍，同日本做師傅又受到泡沫經濟影響，仍然跟啊2間嘢有些。45歲過後都錯啦吼，啊日本吼經濟都較無遐好都啊，生嘛較少啦，啊一年吼啊都做2、3件的生，啊攏是無嘛生，啊所以講吼才要轉來台灣。時至轉過了後，自家之前所學嘅挑花工藝，到台灣無發展空間，而下那也唔知愛做乜嘅。身體吼就步入一場太平，啊都是中度動態，啊飯吼永遠吼則是一碗拍翻天，所以講吼身體吼無好啊，啊所以講吼想講無落去做農都錯啦。雖然朋友同佢講耕種愛學較簡單，不過對當時50歲嘅林水平來講，真經體會到乜嘅按做各屬一行。頭先吼是種噴農作嘅，啊頭2年吼超了200萬，啊到第3年吼都轉來做有機嘅農業，吼種根莖類，吼啊啲下吼。種到16甲，係慢慢10年來吼，啊所建屯台塘吼啊主體。既然種慣行也了錢，當時地方政府又當初推行摩托農業，林水平上下歸去7隻種有機。去桃園的改良廠吼，啊學2擺，1擺吼當是1禮拜，安尼。啊，轉來個建設。嘿，跟轉來了，個慢慢吼，來了尾，土地的改良啦，設計吼寬的啦，偏柔高的啦，農村吼融合吼，空下了吼，來做。就安尼，林水平對4公頃經營到了下16公頃，年營業額有幾千萬。佢講人生之前30年嘅挑花經驗。同每下嘅工種完全冇相關，也冇按切對。因為之前同日本人做生意，還有同日本做事所學到嘅精神，本期對當地細節攏會要求嚴條，就像將畫起來嘅手把手，剪片有勁嘅動作，也算唔得凊彩。老日本人30多年，日本人吼，佢精神啊，都係誠吼信同重要。所以講吼，我吼都吼日本人的精神來做人，吼要求我工人啊，嘛愛做當好啦，唔好清彩做，因為東西啊種出來都要分消費者吼愛食到健康的醬的菜。林水平仍然透天，攏無限制者，已經60歲咧，按算5年了後退休。不過佢咩愛離開有機農業，係推到天一線，同自家嘅經驗繼續傳落去。都農政單位都錯啦，協助，哦，對佢哋聽少都錯啦，哦，教人種菜。